步入秋冬轉季，天氣忽冷忽熱，我同囡囡都係藥底，好易傷風感冒唔舒服。家中必備龍本方抗感冒三寶，中藥科研無睡意無副作用，全港處方濃縮中藥銷量 No.1。感冒初起最啱就係食感冒沖劑銀翹散，擊退各種感冒不適，例如頭痛、發燒、喉嚨痛、流鼻水、鼻塞。把握初起黃金4小時，即飲即日清，咁就唔使擔心會影響工作同學習啦。感冒期間就可以飲止咳沖劑止嗽散，可以改善咳嗽痰多、喉痛聲沙嘅不適。感冒愈後可以飲用複方羅漢果止咳沖劑，清熱潤肺配方，可以清熱潤肺、滋潤喉嚨。一絲一沖，熱水攪拌即可飲用，可以舒緩感冒不適症狀。獨立包裝，拎去邊都咁方便。龍本方即溶中藥沖劑，快速舒緩感冒、咳嗽、喉痛等症狀。純中藥無睡意，安全有效，全方位守護家人嘅健康。即日起買2件可享85折，指定銷售點有售，你哋都快啲買嚟試下啦！